Harvey 啊，今日去咗一木睇示範單位，俾大家睇下單位係點樣情況。嚟到一木實用465尺3房嘅單位，帶大家入去睇下參觀下先。所謂位置房間嘅位置4方四正。呢個細房嚟嘅，大家睇下參觀下。個客飯廳嘅位置格局非常四正嘅。前面咧有煮食爐、抽油煙機啊，呢啲擺放嘅空間都綽綽有餘。呢度講漏咗一點，有一個洗碗碟機。請大家睇下，我哋睇下一木一房實用269尺嘅單位，睇下先。廁所位置係咁嘅，房間嘅位置，帶大家睇下客廳。有洗衣機啦，煮食爐啊、抽油煙機嗰啲都有，仲顯示擺放空間咧係非常之足夠嘅。大家睇下一木正處於正中心嘅位置，交通非常發達。咁一木各款嘅單位咧已經俾大家睇下啦，唔知大家覺得啲單位嘅間隔啊、擺位啊，以至屋內嘅設計感覺如何？今次嘅分享到呢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